有一点不明白，直隶亏空，皇上信任你来查。卑职呈给皇上一些证据，皇上令卑职回保定搜查王立南私刻的假印，弄清王立南用什么要挟到制台大人。广大人让你快走，范增、庆阁他们马上就来查抄。岳父大人为何不把庆阁抓起来？庆阁见到了皇上，又回到了保定。广大人也被皇上召回，现在已经不是钦差了。快走啊，快走！哎，快走！大人，大人，快点吧！去哪儿啊，大人？快，快！王立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给我搜！我不知道啊。大人说的果然没错，这是王立南私刻的官印。证据确凿，这皇上交代的2件事，这第1件就成了。哎，王立南人呢？他好像翻墙跑了，下官这就叫人去追赶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知道王立南怎么样逃出直隶。哦。我把一切交给你，交给岳父。干爹说了，你的那些银子、珠宝，他一概不要，都是咱们的。你为什么逃跑不穿鞋子？爬上后院墙，来不及了，庆阁带人已经到了前院。爬上墙才穿鞋？松云广兴听旨，即日起，松云擢升协办大学士，御前行走，仍兼任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。臣领旨谢恩。即日起，广兴擢升领侍卫内大臣、满洲镶黄旗副都统、内务府总管，仍兼任军机大臣，所任左都御史一职授予副左都御史周廷栋。奴才领旨谢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呀，就是消除废池门禁阴循，促使护军营实心当职。广大人，夜长梦多呀。再说，王立南其实有负于汪姑娘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干女儿说。哎呀，你还真把汪海棠的女儿当自己的。松云正想用这件事儿抓大人的把柄呢。干爹，周大人，你去找过他了？他现在挺可怜的。干爹，能帮他找个藏身之处吗？这个藏身，这干爹，这个，大人，要不我去劝劝汪姑娘？我去吧。事情弄得太大了，不是干爹能够捂得住的。直隶布政使庆阁已经查明他做的事情，松云也在进行查找的。也许
你们俩没有这个缘分吧？干爹已经尽力了。这是鹤顶红。干爹，我想要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。广大人，汪姑娘不会心软下不了手吧？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唉，有得必有失。我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你的宝贝干女儿有毒药啊？谁给她的啊？也好，省得日后他知道自己亲爹是怎么死的，把那个毒药啊放进干爹碗里。我要掐死你这个女人！我要掐死你！大人，皇上来了，快！皇上，奴才叩见皇上。微臣叩见皇上。起来。皇上，奴才刚刚知道，王丽南与干女儿曾经有过婚约，因为汪海棠被正法，所以王丽南的父亲就毁了婚约。但是王丽南对干女儿仍旧情有独钟，他们暗中往来。奴才刚刚知道，正想劝王丽南去自首，没想到他也算是一对有情人呐。大人，皇上，朕想知道一件事儿，你用什么要挟严检为了你这个干女婿？皇上误解，其实没有金官要挟严检，要挟严检的人就是王丽南。朕要听实话。王丽南昨晚亲口对奴才讲，他是如何要挟严检的？是鸦片，皇上。鸦片？是鸦片。严检的公子吸食鸦片，而且还利用严检直隶总督的特殊身份，往京城偷带鸦片。王丽南无意中掌握了这一消息，以此威胁严检呀，皇上。推到死人头上不好，广兴大人，你不也知道这一情况吗？我也是刚刚知道，宋云大人。朕相信你，但如果有一天，朕发现你说了谎，那你就是2条罪状，还有欺君。奴才绝无一句谎话。纸包火，总有包不住的时候。哦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他若有不测，你可跑不了。广大人，闪开！朕可不是让你去游山玩水啊。
近年来，黄河频频决口，水灾已经成为朕的心腹大患。朝廷在河工上没少花费银子，可是却迟迟看不到成效。你这次下去，好好看一看河工的症结到底在哪儿。若是能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治河良策，根治水患，那就再好也不过了。臣一定竭尽全力，不负皇上重托。回去准备一下吧，明天你就动身。这。广大人，皇上刚刚下了圣旨，任命戴渠亨为钦差大臣，前去视察河工。那也好，河督府我一直插不上手，戴渠亨这一去，必然会搅浑水，铁宝和吴京这些大鱼就该浮出水面了。到时候，你就等着下抄子吧。河督府肥得流油，早该分一杯羹了。落轿，好，压轿。铁大人，吴大人到了吗？到了，正在花厅等你呢，请吧。铁大人，请。这钦差几时能到？至迟5时也就到了。接风宴准备的怎么样？铁大人尽管放心，我选了最好的厨子，3天前就开始备料了，保证钦差大人吃得满意。好。只是，怎么还有什么事？我怕这徐端和戴军元会乱说话呀。那就让他们晚点进。你看，这哪像是干活的样子呀！如此怠工，这河堤何时才能修好？再说汛期未过，一场大雨下来就是一场洪水，万一河堤决口，又是一场水灾。难道你们还嫌遭受水灾之苦太少吗？是啊，大人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们本来这些都是灾民，洪水把我们家冲的是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我们也想早点把黄河大堤修好。可是眼下我们恶劣的连跳都跳不动。大人，虽说现在我们跳的少了点，走的慢了点，可是我们都尽力了。要不信，大人你到下一段去看看去，比比，就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良心了。举公投扣粮饷的事，本官一定会去追查，也一定会让你们吃上一顿饱饭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们一定要尽心尽力，要时刻的记住你们家里的妻儿老小的性命。全吸在这大地上了。是的。好了，大家打起精神来，好好的干。好，弟兄们，加油，好好干啊！走，咱们下去看看。哎呀，压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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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、5、6点大，赢呀！一起进吧！再来！停！出来！谁在外面嚷嚷呢？真他娘的扫兴！走，出去看看。走！谁在嚷嚷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这里的工头吗？为什么停工？眼看就要决口，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加固，赶快停止任职？大人，绝不两口，大地一丈宽呐！你一派胡言，河水如此的湍急，塌方不断，不出2个时辰必然决口。你居然无动于衷，无耻狡辩！
一旦酿成大祸，你罪证难逃。还不赶紧派人加固，加固地方，将功补过。哟呵，大人，你少拿官帽子压人，我巡官不吃这一套。我告诉你，比你大的官我见得多了，你这领官帽还小了点儿。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走，跟我回去。哎，慢着，这是你动手地儿吗？明告诉你们，我们老大是南河总督的表侄，你们敢动他，当心吃不了你兜着走。大胆！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此威胁朝廷的命官？你是何人？钦差大臣工部尚书戴大人，奉皇上之命前来视察河宫，还不快跪下！下官许丹拜见钦差大人。我的这顶官帽够不够大？够大。小人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。本官命你即刻动工加固堤防，不得延误。如果黄河从这儿决口，本官就拿你的人头计河。是，小人立刻开工。滚！是，快，合一万，快，运送石料土料，把塌方的地方加固起来，快！徐大人不必拘礼。今日多亏戴大人，不然这又是一处决口，又是一方水灾，不知又要危害多少百姓。徐大人，你我同是上对皇天，下对百姓，自然要同心协力了。早就听说戴大人为官清正，才是过人，今日事经，果不其然。虚名不敢当啊！承蒙皇上重托前来视察工程水患，自然是要到这工地上来亲自看看，否则岂不成了走马观花了吗？正想找一个肯说实话、敢办实事的人，在一起谈一谈治理水患的方略，就碰上了徐大人，真是机缘巧合呀！在治理水患上，下官的确是有很多想法，平日里无处诉说，今天就在戴大人面前一吐为快了。如果大人不嫌礼貌，请屈尊到寒舍，这样说话会方便一些。秘书和戴大人平日与下官很是投机，正好一起畅谈。好，本官正要拜会叔父大人，那就叨扰了。戴大人光临，何言叨扰？请。两位大人，这里请。好，请。大人，钦差大人到了。哦，他怎么才来呀？他先是去了河堤，后来又跟徐丹走了。怕鬼偏有鬼，怎么办，铁大人？迎接钦差大臣。吩咐厨子备宴。这。大人，您看看这个，徐端费了很大的心血。你看，由这儿到这儿，完了，由这儿，再好啊，这个方略好啊。他把治水患、兴水利融为一体，并举并进，既能防洪又能灌溉，还能够按照季节调节黄河的水位，真可谓一举多得呀。大人认为可行？当然可行，有什么不可行的？可是这个方案早已呈报给了南河总督吴敬、治河大臣铁保，可是时辰还得渺无音信呐。这么好的治河方略，竟然不予理睬，那一定是因为两位大人觉得无利可图了。岂止是无利可图，简直是割了他们的肉了。治河工程被他们的亲信层层转包，每过一到手便肥了一群人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他们二位大人了。如果按照这个方略，工程的花费必然加大，他们二位大人，这油水啊，也就少多了。
只是可怜了那些灾民们呐，每年都要遭受数次洪荒之变，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夫人，二位大人尽管放心吧，我这次来一定要让这一良策得以实施，救灾民于水火。太好了，这太好了。老爷，夫人请您出去一下。是啊，两位大人，下官失陪一下。请请。真是令人发指啊！戴大人，卓经先前有幸见过大人，想拜见大人，向大人打听一个故人，不知大人能否应允？是吗？这有何不可呀？快请进来。哎，大人，请你进来。多谢钦差大人，大人万福。徐夫人万安。不知徐夫人何时见过戴某？奴婢先前曾在宫里当过宫女，伺候过当今皇上和皇后。大人与皇上商议军国大事的时候，奴婢曾有幸见过大人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徐夫人要向戴某打听的是什么人？啊，奴婢想打听一下安妃的近况。安妃？奴婢先前在宫里做宫女的时候，曾私下里与安妃结为金兰姐妹。当然，现在就不敢高攀了。当年在宫里当差的几年中，我们两个人情同骨肉。可自从奴婢离开宫以后，就再也无从相见，心中很是挂念。虽然也陆续听到一些消息，可毕竟不太确切。大人身居高位，经常进宫面见圣上，不知安妃的近况可曾知道一些？这个嘛，虽然戴某时常面见圣上，但是外臣不可干预后宫的，所以对后宫的事也就知之甚少了。不过帝后不和，皇上比较宠爱安妃，这在臣子之间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另外听说皇后经常迁怒于安妃，安妃贤淑仁达，忍辱负重之外，还经常弥合帝后之间的嫌隙。还是这样啊？那看来安妃的日子也不好过啊。哈哈哈，能在皇上的恩宠之下，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。那还好，那还好。这个治河方略，下官已经看过了，不可行。对，下官也是这个看法。这个治河方略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，根本无法实施。为什么呢？铁大人、吴大人，黄河水患由来已久，疾患极多，而朝廷划拨的治河粮款那是有数的，应付现有工程已是杯水车薪，岂能再开工程？而朝廷又拿不出更多的粮款来，所以眼下能够对大地修修补补，保一时平安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若贸然再开工程，必然是顾此失彼，酿成大祸。铁大人说的有道理，导流开渠太危险，万一有什么疏漏，后果则不堪设想。到那时就不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了。列位大人，这个罪责谁承担得起？断不可行，断不可行啊！
既然他们铁了心要做绊脚石，那就只能把他们搬掉了。戴大人的意思是，上奏皇上，弹劾他们。好，可是他们侵吞粮馆的手段很是高明，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啊。手段再高明，也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只要我们下足功夫，就一定能找到。从治河粮款到赈灾粮款中，分头勘察。你们干一天活能挣多少银子呢？大人，小人在这干了2年多了，连一文小钱都没见过，还提银子呢。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，还想见钱呢。自打上地以来啊，我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，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。那你们每天吃什么样的饭菜呢？大人，您自己看。这，哎呀！来人，更衣备驾。是。两位老爷，小人查清楚了，戴军元和徐端这2天都在工地上转悠，还找了不少合议，刨根问底呀，还是纸上写写画画的，恐怕没安什么好心的。而且，他们3人今晚又在徐端家里会面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铁大人，这戴钦差把放赈的账簿全部调走查阅，咱们不能不防啊。账本叫他们查去吧，绝对是天衣无缝，查不出什么结果来。工地可就不同了，若是任由他们无所顾忌地查下去，早晚会抓住辫子。该收敛收敛了。从这些放赈的账簿里头是看不出任何破绽的，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我绝不相信吴敬和铁宝的手是干净的。看来要了解放赈的实情，必须要到受赈的灾民那儿去查了。你们在工地上勘察的情况怎么样？每一粒河堤所消耗的治河工程款是10万两银子，可实际投入的土方、石料等费用，就是加上河医们的伙食费，每一粒河堤还不足1万两银子，居然有90%工程款被克扣。河堤的隐患真是触目惊心呐！一旦洪水暴涨，决口的地方绝不止10处啊，灾民也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了。就从这些工头开始查起，顺藤摸瓜，就一定能找到他们侵吞河工款的证据。对，戴大人，我们已经决定，明天就把工头们召集起来，开始追查河工款的流向。好。不过，这个吴敬和铁宝绝不会坐以待毙的，一定会极力阻挠。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，好吗？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对，告辞。别拉我！走！别拉我！快走！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老子吆五喝六？你信不信？老子一句话要了你的小命，你信不信？
钦差大人在等着你。走。没事的，没事，没贪污，没干，没事。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！大家没有贪污过1文大钱，对吧？大不了的。大家没有贪污过1文大钱，在工地上累死累活的，没功劳还有苦劳呢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对吧？对。熊广，你让大家不怕什么？大家没有贪污合公款，当然不怕你们追查了。对啊。你怎么知道把你们召集起来是为了追查贪污合公款的事儿呢？我猜的。我看你是心虚，欲盖弥彰，不打自招。我没有贪污合公款。那你包公的50万两工程款都到哪儿去了？都用在工程上了。胡说！看看我给你算的那本账，5里长的河堤只有20个河野，几年来没有发过1轮饷，每天的伙食费用不了2两银子，几年满打满算也用不了5000两银子。土方石料几乎没有储备，充其量也就5000两银子。那你40多万两的工程款都到哪儿去了？我都用在土方石料上了。无耻！短短的5里长堤，竟有6处塌方，你的土石料都填在哪儿了？都让黄河水给冲走了吗？你听着，就凭你贪污数额如此巨大，杀了你的头也足够。我没贪那么多，没贪那么多。贪多少是谁贪的？是戴大人。哎呀，所问何事啊，几位大人？治黄工程款贪污案。哦，竟有此案，我怎么没听说呀？哦，吴大人，你听说了吗？没听说。河督府上下齐心，竭力于治黄工程，贪污闻所未闻呐。是不是真有贪污案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2位大人不妨坐在这里看本官如何问出此案的真相。熊广，到底还有谁贪污？快说！好，戴大人，不要再难为他了。他一个小小的工头，你叫他贪，他都不敢。工程款本来就不够用，想贪也没得贪。这黄河水流湍急，加固大堤的土石刚一投进去，就会被这河水冲走啊！千里黄河流的不只是水，是朝廷的工程款，白花花的银子全都流到东海了。白花花的银子全都流到东海里去了。吴大人这一说辞，听来真是可笑得很呐。究竟是不是如此，我还真得听听这些小工头们他们怎么说。下官也是听他们所讲，告诉钦差大人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啊，是都流到东海里去了，都流到东海里去了。刚才你分明已经承认了贪污，为何改口？这个无耻小人！徐道台，在大庭广众面前逼供，不太好吧？钦差大人，真相已经查明，不要再追问下去了。治河的工程可是1天都不能耽误。是啊，戴大人。刚才下官巡视大堤之时，已经发现全部停工。没有这些工头们督促，河医们是不会好好干活的。徇戚为过，治河的工程可是1天都不能停。万一大堤决口，
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。工程要紧，你们就先回去开工吧。不过，贪污一案并未完结，本官一定会继续查下去，查他个水落石出。来者何人？新科探花郎七品督察李玉昌大人前来赴任，速请通报总督大人。探花郎真是才高八斗，少年得志，以后会鹏程万里呀。总督大人过奖了，学生才疏学浅，不过是科场侥幸而已。皇上御笔钦点，岂能有错啊？探花郎过谦了。学生虽然深慕天恩，心下实在是惭愧得很呐。李督察初来乍到，本该先休息几天，不料有一件公务急着去办，正好没有合适人选嘛。那就麻烦李督察亲自走一趟喽。大人尽管吩咐。朝廷的赈灾粮款已经给灾民发下去了，灾民现在是衣食无忧，对皇上无不感激涕零啊。对此还需上达天听，让皇上放心。您下去走一趟，把所看到的情况写份条陈上报给钦差大臣。下官领命。我看你就到山阳县吧。山阳县知府王申汉勤勉清正，古道热肠，他一定会帮你不少忙。是，多谢吴大人指点。难道实情并非如此？那么究竟如何，大人？眼见为实呢。要想知道实情，你必须亲自要到灾民当中去查访，千万不可相信别人的说法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派你去查证吗？请大人指点。因为你初涉官场一身的书生气，对于官场的内幕知之甚少，容易被蒙蔽。原来如此。学生虽然愚钝，却还不至于痴傻。况且深慕皇恩，心里时时想着就是忠君报国，岂敢懈怠虚臾？戴大人放心，学生一定把实情查个水落石出。好，既然你有忠君报国之志，那就一定要洁身自好，千万不可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啊！多谢大人教诲。停车！停车！老爷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沿着这条岔路往东走。山阳县不在东边，在西边。我知道，你就往东走吧。是，老爷。老爷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去灾区，直接到灾民中间，查明放赈的实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戴屈亨前往山东孔庙面圣，禀报勘察黄河水患及河工情况。钦此。臣戴屈亨领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好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把两位大人的治河方略禀报给皇上。那就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是怪事啊！吴大人明明说他3天前就来山阳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？奇怪。这2天沿途没发生什么命案吧？我已经问过了，没有。会不会直接找灾民去了？那可就不妙了。大人，
李督察到，快去迎接。这。李大人，王大人，请。请。李大人忽然之间音信全无，连日来本县真是寝食难安呐。探花郎若是在山阳出现了什么意外，王某人可是大罪人了。多谢王大人挂念，本督察一切安好，王大人尽可放心。见督察安然无恙，本县放心是放心了，可还是有些疑惑不解呀。请问李大人，这3日里到底是云游何方了？本督察直接去了灾区，见了许多灾民。哦，那有何见闻呢？灾民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饥寒交迫，苦不堪言。哦，李大人言重了。朝廷的赈灾款早已按时足额发放下去了，可保灾民温饱啊。事实却并非如此。赈灾粮款的发放，既非按时，更非足额，更有甚者，王大人上报的受赈灾户名单中，竟有30%多根本就不存在，完全是凭空捏造。我正想请教王大人，这些被克扣和冒领的赈灾粮款都到哪儿去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李大人真是绝顶的聪明。本县心里明白就是啊。这100两银票是知县大人给您的见面礼。大人如果还嫌不够的话，还可以再商量。看来捏天灾户、冒领赈银的罪名，王知县还嫌不够，还要再加行贿收买、隐匿罪行，这就是铁证。这些我要全部写在奏折里，上呈皇上。